Hello，大家好，歡迎又翻嚟我 Chris 嘅身心靈教室呢個 channel。咁咧，今日我哋呢條片咧就係要去預示同埋占卜咧，關於你喺呢一個滿月之後嘅14-15日內，你嘅事業會迎來乜嘢嘅轉機，同埋會有啲乜嘢嘅運勢。裏面咧亦都會當中包括埋咧一啲解決嘅方法，同埋可以輔助到你哋咧運勢更加提升嘅方法咧，喺呢條片裡面嘅。咁你哋一定要聽清楚，同埋咧要自己去寫低啦。咁呢條片咧亦都係冇時限性嘅，係對應咧任何一個滿月嘅。我喺呢個滿月度出，但係你喺下一個滿月度聽咧，對你都會有唔同嘅幫助嘅。咁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就開始啦。今日咧我會有少少唔同，我亦都請咗伏羲大帝咧去為我哋做咗一個淨化同埋守護住咧我呢一個嘅占卜預示咧嘅準確嘅。好啦，咁咧我會做啲乜嘢嘢咧？今日首先咧，我係會同你哋咧去分3組去講。好啦，咁呢度咧就係以下嘅3組，呢個係第一組，呢個係第2組，呢個係第3組。咁你哋咧就可以停一停，諗一諗，揀好咧呢3組邊一組你覺得最有感覺、最適合你。裡面咧就係關於住你喺滿月之後，你嘅事業將會迎來乜嘢嘅轉機，然後喺呢個轉機上，你可以點樣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法，令到你可以提升你個運氣呢？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咁呢，我哋先收起呢2組先。第一張牌咧，會係對應住咧，就係你頭嘅1個禮拜。下一張牌咧，就會係對應住你之後嘅1個禮拜，即係滿月之後嘅7日，然後7日後面嘅7日，即係第8日至到第14、15日。好唔 OK？ 咁應該大家都睇到。好啦，我哋咧再用隻卡去幫你哋睇清楚先。咁啊，我將呢度嘅卡咧，我就直情擺過啲啦。好啦，咁我就喺呢度開始去抽。首先睇下咧，你哋第1個禮拜嘅運氣喺事業上迎來啲乜嘢轉機咧？請伏羲大帝俾一個最準確嘅預示佢哋啊！好啦，OK， 好嗱。首先咧，第1個禮拜咧，即係呢一段片，你哋睇緊之後，嚟緊呢7日咧，你哋事業會迎來乜嘢嘅轉機咧？第1個嘅轉機咧，就係你哋會好開心。喺嚟緊呢7日咧，你哋咧個心情會變得開心。你哋咧會點樣咧？你哋會變得打扮得咧更加靚啊！你哋可能會更加靚出去見人啦。今個禮拜你哋會見人咧係特別多嘅，可能約咗朋友啦，約咗屋企人出去食飯啦，你哋會見面啦，或者出去交際咧係會特別多嘅。你哋會變得更加靚，人哋會更加咧去鍾意你嘅。咁啊928咧呢個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咧你哋嘅靚咧吸引到咧好多人嘅喜歡啊！
吸引到啲咩人嘅喜歡呢？吸引到一啲呢，有可能係你嘅朋友啦，有可能係你嘅一啲同事啦、下屬啦、團隊裡面嘅人啦嘅喜歡喜愛啊。咁啊，佢哋係會好鍾意你，好鍾意你呢個新嘅打扮，好鍾意你呢個新嘅能量或者磁場嘅感覺嚟到你嘅生命啊。咁然後呢，你哋呢亦都會呢，有一個咧好強嘅改變自己嘅心，有一個好強嘅點講啊？一個好強嘅好想呢一個禮拜有少少突破啊！可能係因為人哋咁樣讚你咧，你自己個人 high 咗啊，即係飄飄下，你好想覺得我應該有一個更加好喎，係喎，你話我呢件衫着得好睇喎，可能我買多幾件呢個衫，即係咁樣嘅意思，會突然之間多咗，同時間咧佢哋咧係有可能咧，即係我之前曾經有一個嘅占卜預示咧係講過咧，話嚟緊咧會有啲人咧去俾一啲投資嘅機會你嘅。咁如果你哋聽到之前講嘅嗰個嗰段片嘅嗰個預示嗰個占卜啦，再加埋喺今日又抽到呢一組嘅話咧，咁你哋一定要即係真係要接住呢一波嘅運勢同埋呢一個嘅運氣啦。因為點解呢？因為係再講一次，呢一班人呢係會俾投資嘅機會你，帶到偏財俾你，係即係唔關你嘅事業上嘅，有可能係一啲 extra 嘅一啲錢嚟嘅。咁啊，無論係一啲即係點啊，出去即係對接啊，或者回傭啊，呢啲都係屬於偏財嘅。咁啊，有可能會俾到呢啲機會你。而點解會俾到呢啲機會你呢？係因為呢，你呢嗰個待人處事啊，你嘅情商呢越嚟越強。你識得對人啊，你識得點樣同人溝通，佢哋欣賞你，而從而呢，即係因為你識得咁樣做嘅時候呢，你呢亦都變得越嚟越有魅力，越嚟越吸引人啊，越嚟越有魅力同埋越吸引人啊。咁啊，最後呢會得到呢，即係一個好好嘅結局啊。咁而呢個結局會係點呢？呢個結局呢係好突如其來嘅，即係呢個機會會突如其來咁樣出現嘅。咁一定要好好揸實呢一個嘅機會，知唔知道？咁啊，中間啦，譬如601啦，咁我哋呢度601，我哋會見到嘅就係有一啲高維嘅信息啦，有一啲高維嘅信息咧，特別咧喺即係你呢個嘅魅力方面咧，係帶俾你呢個提升嘅。即係咩意思咧？有可能咧，你今次嘅呢一個嘅轉變啦，你呢一個嘅魅力增加咧，係你自己之前去許願啦，或者你自己之前去做過一啲譬如魔法啦，譬如你自己做過一啲顯化啦等等咧，而去俾你嘅，俾個宇宙個上天咧高維去俾你嘅，好唔 OK？咁呢個就係你哋第一個禮拜啦。咁第一個禮拜咧，你哋有冇啲咩要小心咧？你哋要小心嘅嘢咧，就係咧唔好太過 high。即係頭呢7日咧，千祈唔好咁 high，因為咧太 high 嘅話咧，就會容易失去呢個機會嘅。即係反而你好穩陣，個人好定好 ground 咧，咁咧個機會咧就會出現，知唔知道？亦都會把握到，呢個係頭7日俾你哋嘅一個即係好事先，好唔 OK？同埋你哋一定會好開心先啦。首先呢個開心係一個好大嘅開心嚟嘅，係啊，即係真係個人個情緒會開心咗。可能你哋之前因為如果呢條片出嘅時候之前咧，我哋應該出緊咧就係嗰啲關於遲報嘅問題啦，可能遲報會影響咗你哋嘅心情啦。但係而家呢一個禮拜有明顯嘅好轉嘅，先恭喜你哋啦。咁而家咧，我哋咧就去埋睇下一個嘅7日啦。最準確嘅信息。OK， 好啦，嗱，第二個咧嘅禮拜咧，
第二個禮拜咧係點呢？第二個禮拜咧，大部分咧係體現於咧你嘅工作方面，真係咁，因為我哋問緊事業噶嘛。咁你第三個禮拜就 happy 啦，出去交際 social 多啲啦，魅力嘅提升啊，把握機會啦。然後下一個禮拜咧，就真係完完全全關於咧你嘅工作多啲啦。關於你嘅工作點咧，你嘅智慧咧會提升。我想講你哋即係可能唔識睇啦。咁呢個18咧，其實係代表住五鬼，代表住五鬼嘅智慧，代表住一啲大嘅智慧，代表住聰明，代表住才華，代表住一啲靈感啊。咁然後下個禮拜咧，你哋見到咧係接住嘅。18接住97咧都係五鬼嘅意思，佢裡面咧當中咧包括咧點樣去運用人性嘅一啲智慧。咁啊97就係用緊人性嘅智慧啦，然後咧你會得到啲乜嘢嘢咧？你會得到咧就係一啲又係投資機會喎，真係又係投資機會喎。你頭先呢度又係講緊投資，然後呢度又係講緊投資喎，真係好神奇喎。好啦，你有呢啲靈感咧，你又會做出一啲嘅投資嘅機會，然後就會得到咩？得到咧財富。仲唔 like 呢條片啊？嚟到呢度，我話俾你聽，直情已經講埋係錢啊！得到頭先你哋呢度得到魅力嘅提升，得到人際嘅關係，而家話俾你聽，下個禮拜得到錢啊！仲唔即刻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有需要嘅人，即係或者你中意嘅人，你嘅朋友或者你嘅家人去睇。好啦。當你得到呢個嘅錢之後咧，會點樣樣咧？當你得到呢個錢之後咧，你咧個人咧會再開心咗，你會過得咧更加開心，更加咧懂得咧去錫自己、自愛、去愛自己。可能你而家咧就係一個事業咧麻麻地，一個晉升嘅階段又好，或者係手頭比較緊嘅階段。因為見到你咧得到呢個錢之後咧，你個人咧係開心好多、開朗好多。咁而家話俾你聽咧，你哋2個禮拜後咧就會得到呢一樣嘢啦。一定要 like 呢條片去接收呢個好嘅能量嚟到你嘅生命。然後咧最尾咧就係點啊？令到你更加有動力for你下一個月繼續發展。明唔明白？即係你哋而家咧，好明顯就係一個咧，經濟麻麻地，然後咧唔夠動力，所以個人咧會情緒有啲糾結、鬱結嘅狀況。咁而家話俾你聽，首先第一個禮拜就係你哋會開心咗先，因為會俾人讚，會得到機遇。第二個禮拜穩打穩陣咁樣喺你嘅職場上發揮。職場上發揮咩啊？發揮你嘅人性，發揮你嘅智慧，然後再透過你少少嘅拼搏，個拼搏已經少過頭先好多，而家係發揮少少嘅拼搏啫，即係你返工繼續返工，準時返工，唔好遲到等等啫，做返你應該要做嘅嘢，然後你就會得到錢。得到錢之後咧，你咧個人就會安心好多，從而咧你亦都會放低你之前咧好緊張嘅情緒，準備定下一個月嘅來臨，準備你下一個月嘅來臨，明唔明白？咁啊，係一個好好嘅信息嚟嘅喎，即係全部都係好喎，暫時都有冇啲咩去要注意咧？譬如喺即係第8至到14、15日之間，你哋需要注意係咩咧？需要注意嘅就係、你哋有咗呢個錢之後咧，唔好即刻攞去食嘢，唔好即刻攞去 happy 嚇。話俾你聽，盡量咧唔好即刻用咗佢先。意思係特別唔好用喺食嘢度啊！即係我知道咧，好多都市人咧冇乜細藝咧，一有錢咧就中意去飲食食。我唔係話你哋唔可以 enjoy，唔可以去飲食食，只不過特別提你嘅就係、如果你抽到呢個 pile 喺你哋第2個禮拜嘅時候，呢個係第1個禮拜，呢個係第2個禮拜。第2個禮拜嘅時候特別記得唔好攞咗啲錢去飲食食，因為嗰啲錢係對你之後有用嘅。好唔 OK？可能你買啲有需要嘅嘢，例如我哋之前上堂教過嘅，
真正嘅財富係代表住咩啊？代表住金錢，代表住時間，代表住知識。呢三樣嘢都係財富，亦都係財富嘅衍生，或者佢嘅分類，或者佢嘅代名詞。你買呢啲嘢係冇問題㗎，你買知識係冇問題㗎，你去買時間係冇問題㗎，用金錢，因為佢係屬於財富嘅一種。但係你愛嚟買食物呢，愛嚟買美食呢，呢啲就係浪費，係啦，即係呢個係我嘅觀點，亦都係我哋上堂時候得到嘅一啲高維嘅觀點。咁你哋理唔理解就係你哋嘅事，但係我只可以話俾你聽，我依書直說去解釋俾你哋聽，你哋將呢嚿錢儲住，唔好愛嚟買一啲特別係美食啊，唔好因為貪圖即係好食然後去買，儲住呢啲錢，咁對你哋一定有幫助，因為喺你哋之後下個月就會用到呢筆錢，咁你哋都會因為咁而記得我今日呢個嘅 pile 提醒咗你哋一個咁精明嘅決定，唔好用呢筆錢愛嚟做一啲所謂就咁吃喝玩樂嘅事，留翻佢有用嘅，除非愛嚟交換知識或者時間，明唔明白？有冇問題？咁我亦都想講下俾你哋聽咧，因為好多一啲 IG 咧，佢哋會有時 DM 我啦，有啲朋友，有啲 YouTube 有啲留言，不過有啲即係 comment 咧，我會 hide 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唔識點樣喺嗰度覆佢，所以我唯有喺呢一度去覆你哋。例如咩咧？佢哋話有時我講到話，譬如601呢啲唔好擺喺嗰個電話號碼度，係嘛？佢想我解釋多啲俾你哋聽。好，我話俾你哋聽。首先，譬如如果呢個電話號碼，無論你係香港嘅電話號碼，無論你係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任何地區嘅電話號碼，任何嘅位置出現601或者調翻轉106，代表住乜嘢嘢呢？代表住你有好多嘅想法，但係講唔到出嚟。呢個第一點，容易抑鬱係第二點。第三點係你遇親嘅都係一啲爛嘅桃花、渣男渣女會出軌嘅桃花，呢個係你哋嘅電話號碼裡面個劇本寫咗嘅。仲要呢一啲嘅爛桃花係點啊？係唔俾人知嘅。你如果手上攞住601開頭嘅人，你哋自己心知肚明我講乜嘢嘢。如果你見到你嘅另一半佢嘅電話有601，我話俾你聽，呢個人一定出過你軌。仲要收得好密，你永遠唔會知。106都係點樣都唔會知。如果裡面係6051一樣嘅意思，1056都係同樣嘅意思。5同0我哋係唔計，前後數調轉，裡面夾0夾5嘅意思係一樣。當然0同5有另外嘅解釋，呢啲要你哋上堂學，你哋先會更加明白。知唔知道最恐怖係乜嘢嘢？你哋睇到上面呢度601啦，下面呢度902啊，92亦都係代表住61嘅意思，都係解60。所以902、209、952、259或者9052、2059。全部中間夾5夾0嘅29或者92嘅配合，同601基本上係一樣，同我頭先嘅解釋係一樣。我呢度有超過200幾張牌，每一張都係寫滿晒唔同嘅數字，然後你哋抽出嚟都係601、902，有冇咁神奇？有冇咁準呢？咁你哋自己去睇啦。即係話俾你哋聽，如果你哋嘅另一半或者你自己有902、209、601、106，或者頭先我講嘅651、156、952、259，都係解緊你哋嘅關係一定會出現第三者。就算你拍緊拖、結緊婚都好，嗰個人認唔認都好，第三者係一定存在，直至到你去改咗你嘅號碼。唔係淨係改咗一個號碼，冇呢個0就代表住冇呢件事。呢個只係好初步去睇一個號碼，
但係可以簡單咁樣話俾你聽，呢件事係一定發生咗。零代表住你唔知，你亦都永遠唔會知。呢個先係數字能量學嘅神奇，亦都係強大之處。如果你哋都想學嘅話呢，咁你哋一定要嚟報名我呢一個伏羲大帝易經數字能量學。咁啊我哋嘅早鳥優惠呢就即將結束啦。咁所以呢，就快啲嚟參加啦。咁希望你哋可以學多啲啦，亦都幫助到你哋呢喺以後人際交往方面啦，甚至喺你哋自己嘅人生劇本上呢，你哋都可以改到一個更加好嘅運勢，同埋解決晒頭先我講嘅，譬如情感嘅問題啦、出軌嘅問題等等。咁啊，多謝晒第一個 pile， 亦都祝福你哋，記得要點讚同埋 share 去接收呢股好嘅能量，好冇？咁我哋開始下一個嘅 pile 啦。頭先第二組嘅 pile， 呢個呢就係第二組嘅 pile。咁咧呢一個就係前7日，之後就係後7日啦。咁第三組我繼續放喺度先。好啦。睇一睇先，伏羲大帝請咧俾到最準確嘅一個預示，佢哋喺前7日同埋後7日。好，咁我就直接抽啦。第一個禮拜，好啦，首先咧第一個禮拜咧。我同頭先嗰組咧，其實好似嘅喎，又係有啲人應該繼續喺度聽緊啊嚇，唔走住唔捨得係咪啊？我3個 pile 都要留晒喺度睇，咁癲啊！幫我加呢啲 views 啊！咁不如 like 我段片好過啦。雖然 like 嗰段片都係冇，其實我係冇錢嘅，我想話俾你哋聽，你哋 like 係幫助你哋連接呢一個嘅能量嘅啫。好啦，咁咧首先滿月之後。頭7日，你哋將會點樣呢？你哋嘅事業上特別會點樣呢？你哋咧會變得咧更加識得待人處事，八面玲瓏，識得咧更加咧去同人去溝通，呢個係第一點。然後你哋會遇到咧源源不絕嘅一啲貴人嚟到你哋嘅生命。呢啲貴人係有咩用㗎？係幫助你提升你嘅智慧嘅一啲貴人，有可能你會學嘢。呢一組嘅人呢，特別多呢係渴望進步、渴望知識嘅人喺呢度嘅。而你透過呢一啲嘅智慧，你哋會得到啲咩呢？你哋會得到更加大嘅一啲點講啊？情商，你哋嘅 EQ 會更加識得待人處事，會更加識得觀察入微，做事呢會更加呢細心完美，然後你哋只需要透過少少嘅智慧聰明呢，你哋就可以獲得到呢好多人嘅賞識，覺得嗰個人呢會認為你好有魅力，好幫到手，好能幹，然後帶來財富。帶來財富之後呢，仲要係點樣呢？係源源不絕嘅財富。呢啲財富呢，亦都係呢愛嚟幫助你去學習嘅。可能呢，你真係攞完呢筆錢呢，第一個禮拜呢，你就係過嚟報名上我嘅堂，因為睇到嘅係真係咁樣。頭先個組我係冇咁樣講㗎，你哋可以聽翻啊。我唔係組都咁樣去講呢樣嘢嘅。咁你哋呢組首先頭呢7日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呢？我睇下先。需要注意嘅嘢係第一啦，就係你哋容易上火啦。可能你哋而家已經係上火緊啦。上火緊嘅意思係咩呢？有可能你哋生痱滋啦、熱氣啦，有可能你哋覺得燥底啦、覺得好熱啦、屈住啲火啦，可能覺得好猛震啦，呢啲叫做燥底，叫做上火。係啊。咁但係你哋下個禮拜咧都係會 keep 住呢個上火嘅狀態，不過會下降，由2級去到4級，即係嗰個能量會下降，會越嚟越冇咁燥。如果講7日嘅話咧，最尾嗰2日咧開始冇咁燥㗎啦，得唔得？好，而家睇埋咧之後嗰
2個。之後嗰個禮拜，即係第8至到第15日，你哋有冇啲咩要注意呢？好啦，好啦，睇下咩嚟先。你睇下，咁都可以抽到咁嘅，犀唔犀利啊？撳咗200幾張牌都可以抽到一樣嘅嘢嘅。我全部，你睇下，我呢度全部牌，呢度只係1/4嘅牌嚟嘅，都可以抽到2張咁樣嘅牌。好啦，而家嚟啦噃。首先呢，你哋呢，喺第8至到15日呢，你哋呢會可能就係因為頭先我講嘅，因為你得到咗錢啊嘛，得到咗錢啦，你又肯去學習啦，你嘅人呢會變得更加有動力，因為你掌握咗更多嘅知識。嚇，因為點解啊？因為你係一個好中意學習嘅人嚟噶嘛。頭先我講咗，你抽呢個 pile 嘅時候，你係一個好中意提升自己技能、好提升自己知識、才華等等嘅一個人。因為你而家開始學習緊，所以你更加有動力去做。做嘅過程中會點呢？做嘅過程中呢，你呢會得到錢啦，會得到錢。而你一路做，你一路提升呢個技能嘅時候，你嘅錢已經會增加，係源源不絕嘅錢增加，最後會成就一個更加大嘅事業。你哋一定要 like 呢條片。我想講，你哋最勁嘅運勢唔係淨係喺下個禮拜第1至7日度，而係喺8至到15日度。O 唔 OK？一定要 like 呢條片，接收呢個好嘅能量，同我呢個好嘅能量連接。仲要係點啊？有一個好好嘅事發生咗，一個大嘅事業，大嘅事業呢，你亦都會更加有動力，因為你已經有咗一個大嘅事業啦嘛，你亦都會用咗一個更加有動力或者拼搏精神去做嘢。但我想講，你呢個拼搏精神呢，比起你一開始開頭嘅，譬如第8日呢，係少好多㗎，係真係少少嘅動力㗎啫，就已經促使到咩？促使到咧有好大嘅貴人嚟到你嘅生命去幫助你。我哋講緊41都係解生氣，生氣嘅意思係解貴人。41係最大能量嘅貴人，即係咩呢？即係大貴人。大貴人嘅意思係咩呢？係代表住呢一啲能量比你高嘅人，係你甚至平時高不可攀嘅人，可能係神明，因為前面夾咗高維嘅信息喺度，所以呢個有機會係神明親自過嚟幫你之後做啲咩呢？幫你之後呢，去令你講説話，幫你去 sell， 幫你去講。如果你係做演說嘅，或者你做銷售嘅，用口嚟講嘢嘅人。好多人咧誤會，譬如我嘅學生都會誤會。我成日講話以口為業呢4個字，以口為業嘅意思係咩呢？只要你份工係要用講嘢先賺到錢，呢啲都叫以口為業，唔係律師先叫以口為業，唔係歌手先叫以口為業。係你份工，如果你係一個文員，淨係對住電腦就可以返工放工就收錢嘅，呢啲叫做唔係以口為業。以口為業，只要你返工要同人講嘢對接 sell 嘢嘅，或者你係要講嘢 present 俾你老闆聽，呢啲都係叫做以口為業。你哋會講嘢特別叻，你哋呢個貴人會話俾你聽點樣去講嘢去 sell， 然後得到一個好嘅結局。你哋呢喺事業上真係好大嘅機會將會出現呢，喺你哋第8至到15日度，你哋一定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知唔知道？一定要加油。我睇下你哋8至到15日有冇啲咩特別要需要留意先。有嘢需要留意嘅係喺呢度嗱，你哋呢
有可能會出現啲咩呢？會出現呢，有小人喺你哋呢一個嘅情況下出現嘅，即係喺你哋工作上，可能就係唔抵得啦，唔抵得你又得到錢啦，源源不絕嘅錢啊嘛，係嘛？得到大嘅成就啦、大嘅事業啦嘅機會啦，事業發展得好啦，身邊就會出現小人。工作上嘅出現小人，特別係工作上出現小人嚇。咁呢個小人呢，都唔使驚嘅，因為你有大貴人幫你，所以你唔使驚呢個小人。不過話俾你聽，你要留意，要特別識得聽人哋講嘢，知唔知道？會有呢個小人嘅出現，就話俾你聽啫。咁啊，主要係你嘅同事、同行、同輩嘅人。然後呢，冇乜特別嘢要注意啦。反而你係第一個禮拜專注嘅就係關於你嘅智慧提升去學嘢，又有錢收。第二個禮拜就係用呢一個嘅技能發揮你嘅所長，喺你嘅事業上大展光芒。我想講呢，因為平時有好多嘅一啲學員又好啦，或者係我一啲 fans 佢哋睇完我啲片咧，成日我都話：咦，呢個有呢組數喺你個電話裏面唔好啊！我冇乜特別去解釋。咁我而家解釋少少俾你哋聽啦，但係詳情當然你哋要去報名我呢個 course，你先會知道啦。首先，任何電話號碼，無論你係香港、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或者邊個地方嘅電話，大陸都係，只要你個電話裏面有804、408。或者854、458或者8054、4058或者05調轉交換都好，代表住乜嘢嘢呢？代表住你投資會出現問題，你做任何嘅投資都會出現問題。大部分係咩問題呢？係蝕錢嘅問題。嚴重起上嚟嘅，甚至會有破產，會容易喺生活上、喺經濟上或者喺你嘅事業上出現乜嘢嘢呢？出現就係小人嘅問題。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嘅就係頭先我講嘅，關於你會出現大起大落，明明得到咗一嚿錢，突然之間冇晒。呢個就係804，或者未必係淨係講緊金錢，可能係講緊愛情都得，健康都得，明唔明白？所以電話號碼裡面只要有呢3個數，或者頭先我講嘅所有組合，都係一定要改，一定唔好喺任何位置都係。香港嘅8個數字，任何位置都係。喺美國或者大陸邊一個位置一樣，喺開頭、喺中間、喺尾都係唔好。包括前面嘅，我講緊嘅呢度775或者758，758係代表住破產、小人、轉工、不斷轉工，即係857、758、807、708都係咁解，中間夾5夾0都係咁解。呢啲號碼呢，留喺自己個身度、個磁場度，影響住你哋一輩子一世嘅運氣。就算你幾辛苦幾勁都好，你都打破唔到呢一個磁場，因為電話號碼就係影響住我哋而家嚟緊20幾年九運裡面最大嘅一組數字，知唔知道？如果呢有興趣嘅話呢，就快啲咧去參加我呢一個嘅新課程啦。咁呢個新課程呢，就會詳細話俾你聽，究竟頭先嗰啲數字或者密碼仲有啲乜嘢嘅代表呢？仲有啲乜嘢嘢可以令到你哋以後嘅運氣運勢或者個劇本會更加好，唔使大上大落一場空呢？咁啊，記得要參加我呢個新課程啦！我呢個新課程呢嘅早鳥呢就快完結㗎啦，所以你哋要把握機會。多謝晒第2個 pile 嘅朋友，我哋而家去第3個 pile。第3個 pile 首先頭7日，然後第8至到15日，
有啲同學咧就應該係我上緊我堂嘅學生嚟㗎啦。咁因為佢哋咧就應該睇晒3個 pile， 或者睇完題2啊，睇埋第3。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先抽第1個禮拜第7至到第1至到第7日。本身咧揀得第3個 pile 嘅朋友咧，你係一個咧非常聰明嘅人，非常聰明、有才華、創意力極高嘅人，仲有講嘢好叻嘅人。你哋基本上所有好嘅嘢都集中一身嘅人。話俾你聽，你哋喺抽完呢個 pile 嗰日開始嘅7日已經有好運爆棚。嗱，我頭先幾組啊，你哋有聽住嗰啲人做證啊，我係冇咁樣講過㗎，真係呢一組嘅人我先咁樣講㗎咋。呢一組頭嗰7日開得超靚，一定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一定要 like 呢條片去接住呢股嘅能量同埋運勢。首先同你哋講，你哋利用你哋嘅才華、你哋嘅智慧，會得到啲咩呢？已經會成就咗一個大嘅聰明、大嘅智慧，會得到你哋嘅事業上嘅一個晉升嘅機會。你哋嘅晉升機會係靠乜嘢呢？係靠你哋嘅口才而得到嘅，靠你哋嘅口才同埋你哋嘅魅力而得到，然後你哋會得到錢，係源源不絕嘅錢，來自於你嘅事業。你用呢啲錢呢，會愛嚟做啲咩呢？可能你哋係特別中意儲錢愛嚟買嘢嘅人嚟嘅，因為你哋呢組係孤寒。呢組係特別孤寒，雖然我話你哋個運勢好好，但係你哋個人係特別孤寒嘅，唔捨得使嘅，你哋依然 keep 住係唔捨得使嘅。我話俾你哋聽嚇，你哋唔捨得使嘅，即係你哋賺到求其噏啦。呢度我當1000萬嘅話咧，你哋咧最多係使咧200-300萬嘅人嘅啫，就係呢種孤寒嘅人嚟嘅。好啦，咁你哋得到呢種孤寒係會點咧？你得到呢種孤寒咧，佢話俾你哋聽咧。就你哋有呢種孤寒呢，要把握機會。你哋有時呢種孤寒呢係好嘅，但係你哋唔識把握機會，你哋係撐咗呢一點。即係你哋有你哋個頭腦識講嘢啦，又孤寒啦，又儲到錢啦，但係你哋唔識把握機會。機會擺到喺你面前嘅時候，你都唔識把握。呢個係個重點，你哋一定要識得把握機會。個機會來自於咩呢？可能來自於你一刻突然之間嘅靈感，你覺得自己呢係不甘平凡嘅呢一組嘅人。我話俾你哋聽，你哋係一組自大嘅人嚟嘅，不過都好正常啊。你哋有你哋嘅智慧，又有錢，又有口才，你哋自大係應該嘅喎，係咪？你哋不甘平凡係應該嘅喎，而你哋不甘平凡之後，你哋會更加努力。想方去千方百計去揾到大嘅錢，然後就使少少。呢個亦都係你第1個禮拜嘅劇本，亦都係你哋自己而家本身對應嘅性格嚟嘅。呢個而家係你哋嘅嘢。有冇啲咩特別提佢哋啊？第1至到第7日，因為其實幾好喎。即係你哋嘅事業其實呢，嚟緊都係穩點講？穩步上升啊，唔係穩打穩實啊，係穩步上升啊嚇。因為係好咯，全部都係好咯。1至到7日，睇有冇啲咩留意先。唔好咁孤寒嚇，伏羲大帝提你哋唔好咁孤寒。有啲錢咧應使得使嘅，你記住啊。OK 好，講翻頭先第1個 part 我都有講過嘅，關於財富呢個問題。我哋之前上堂嘅時候咧，上我自己嘅 coaching 班嘅時候咧，曾經高維咧嘅一啲神明咧講過。我哋咧財富咧係可以用3個嘅物品去形容。財富係包括住咩咧？包括住錢、金錢，包括住你嘅時間，同埋包括住你嘅知識，呢3樣嘢。如果你用錢去換時間係冇問題，如果你用錢去換知識
係冇問題，或者你用你嘅知識換錢冇問題。你返工就係用時間去換錢，或者用知識加時間去換錢，啱唔啱？但係如果你用錢去換啲咩呢？去換美食。你哋話哦，食嘢係必需品，係食嘢係必需品，但係美食唔係咯，係嘛？呢個係享樂，明唔明我嘅意思？得唔得？個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哋用錢去放喺一啲啱嘅嘢身上，譬如知識，譬如報我嘅 course，譬如你用錢去買你嘅時間，可能你選擇唔搭點咩？好啦，譬如你選擇唔搭地鐵，晏2個鐘頭返工，去搭的士，或者去總之即係買架車，咁去換取呢個時間。咁高維話俾你聽，咁樣嘅決定係啱嘅，因為錢係應該換時間，但係錢係唔應該換享樂。唔係叫你哋唔好享樂，但係佢唔係屬於財富嘅一部分。希望你哋理解，好冇？咁啊冇乜特別嘢要注意嘅，真係唔好咁孤寒咯。你哋要把握機會，話你哋唔識把握機會，因為你哋有機會嚟，但係你哋一定要把握機會，同埋唔好咁自滿咯。你哋呢組即係覺得自己自不甘平凡、自命非凡嘅人呢，千祈唔好自滿。我想講，一個叻嘅人，越叻嘅人係越謙卑。越謙卑，你嘅智慧、你嘅知識庫先會越嚟越龐大。越自滿，覺得自己叻嘅人，永遠都係會失敗。知唔知？而家我哋去下一組，即係第8至到15日。咁等緊嘅期間，請你哋就拉落去，幫我 like 咗呢條片，接收你嘅好運先啦。我講咗咧 like 呢條片係為咗你哋去接收呢一股嘅能量，唔係為咗我段片多咗幾個 like 係冇用嘅。真係咁多張牌都可以有出到呢啲嘅結局。呢一組我俾你聽，第3組嘅朋友神奇到點呢？我解釋俾你聽有咩咁神奇啦。首先，見面到呢度有個17，見面到呢個71，見面到呢度又有個17，好唔 OK？呢啲嘅解釋係咩呢？解釋你個口才好好。呢一組嘅人呢，一定係以口為業嘅人。sales 就做多，或者用口嚟對接宣傳工作，或者同人哋溝通做生意，全部都叫以口為業。主播、歌手全部都係 YouTuber，全部都係，全部都有。第2個禮拜其實基本上係承接翻第1個禮拜咁好嘅能量。你哋如果喺滿月之後抽到呢個 pile，即係代表你哋呢個滿月直至到下個新月，因為冇時限㗎嘛。下個新月之前，你哋個運勢係 keep 住向好，你哋一定要一定要好好把握呢2個禮拜嘅時間。首先，你嘅口才會得到啲咩呢？你嘅口才會令到你咧更加有動力，更加有拼搏精神，去得到咩呢？得到咧源源不絕嘅桃花，然後就會得到錢。得到錢之後會點啊？貴人咧會賞識你。呢個貴人係點㗎？呢個貴人係一個大嘅貴人，41係最大嘅貴人，係能量比你高嘅貴人，係你平時高攀唔起嘅貴人，甚至係明星，甚至係官員，呢啲叫貴人。41嘅貴人，17代表住又係你嘅口才，用你嘅口才令到呢個貴人成就最好嘅事業俾你。78就係解最好嘅事業，好犀利，好好。真係好好，運氣好好。呢一組嘅朋友揀得呢組嘅朋友，我都要嚟沾一沾你哋個旺氣先。即係雖然我係解嗰個，睇下有冇啲咩需要佢哋注意啊。需要注意嘅就係呢度啦，好簡單咁樣講就係259。好多朋友呢，佢哋睇完我啲片都會話：喂，你成日講有啲咩靈啊，有啲咩唔係中間夾住係唔好。係啊，如果你個電話無論係乜嘢國家嘅電話，香港、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好，你哋個電話裡面，美國又好，你哋只需要任何位置有259、952、209、902或者2059或者905
或者05交換調轉啦，任何位置喺你個號碼裏面都係代表住你係會有小三出現。如果有拍拖嘅，一定有小三，一定有小三，無論係你定係你嘅另一半，你自己問心苦心自問就知道啦。我唔需要講咁多。你嘅伴侶，你話俾佢聽阿 Chris， 我睇完呢度，佢話會有喎，佢可以點樣都唔認，但我俾你聽，佢一定有，佢一定會作賊心虛，因為呢個就係磁場。你長期攞住個電話嘅磁場，影響到佢有呢個思維，然後有呢個行動，冇任何嘢改變到，除非換電話。我話俾你聽，就係咁。如果你個電話號碼裡面有4114，代表住你個人佛緣特別重，特別隨心，特別開心，特別有貴氣，特別鍾意佛。呢個就係個磁場嘅厲害，明唔明白？所以冇得呃，亦都唔需要同佢去拗。話俾你聽，你自己如果有，你嘅伴侶有呢組嘅電話，頭先我講多次啊，259-209-952-902，或者裡面係2059或者9052，調翻轉嘅05都係代表一樣嘅意思。2009一樣嘅啫，2559都係一樣嘅啫，唔好自欺欺人 OK。呢一啲嘅數字代表住你哋嘅關係一定會出現第三者。如果你哋睇到我呢條片，睇到呢個 pile 咁好嘅 pile，發現到原來自己嘅電話或者另一半嘅電話有，即係代表你哋咩？你哋即刻就要換咗佢啦，係咪啊？換咗冇0冇5係咪就得啊？唔係啦，你諗下我頭先講咁多數字裡面有咁多嘅玄機，點會淨係你就咁去一個電信公司改一個號碼，然後就會改到冇咗呢？邊有可能呢？如果係你就唔使孭住個電話10幾20 30元啦，係嘛？如果需要即係有呢啲號碼或者特別唔明白嘅人呢，我好建議大家呢去上我呢個伏羲大帝易經數字能量學，因為呢早鳥優惠呢就好快就會結束㗎啦，咁所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去參加我呢個嘅課程啦。咁啊好多謝晒大家啦，一定要 like 呢條片呢去連接呢個好嘅能量，大家一齊過好呢一個滿月，去到下一個嘅新月，祝福你哋。多謝晒伏羲大帝，多謝咁多位嘅 fans，我哋下次見，拜拜。